学，命运的玩笑究竟怎么解？开挂的系统就能不停歇？一板一副，我整个失联，阵法招式和境界，谁值得考验？是我一击看下去。来不及防备，逼得我无路可退，这战该是什么鬼？你什么段位？我堂堂的天神，主宰谁怕谁？别给我机会，我要一路到神迹，人生中不是原罪，怒气都加倍，热闹我的歌要小心天降积累。艾丽师兄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啊？下一集在哪儿啊？你点击追番就知道了哟。买它，买它，不过了，买它，买它。大长老，丽媛老师怎么没来？他说要为安林算一卦，可能还没算出来吧。是算的结果不好吧？哎，走了走了。哎，年轻真好啊！诸位同门，我们明天见。什么破白狗，我不信有人会买。大家可以边填表边排队哦，节省时间啊！欢迎欢迎，感谢支持啊！谢谢，这是我的清单。师妹，我买这些。谢谢。怎么才能戒掉你？师妹，清单呢？清单自取。清单自取。才能戒掉。啊？自取。出来！哇，这都是凡间的特产吗？师妹，不说了，清单自取。哦，104折合5000华币。没有人数限制，这样不急不急。凡间汇率。各类多人游戏项目自由选择，想开车的开车，想玩枪的玩枪。嘿，来了！想买点什么呀？安林，这次我认栽，但不要以为你赢了。等等，大长老到底说了什么？大长老告诉盟主，命元长老推算出今日天道巨变，下凡之行中藏有杀劫。你若下凡，必死无疑。那安林呢？他不会死吗？安林，安林去也一样凶险。但命元长老说，天道之变跟安林有关，是天意要安林下凡。哎呀，来了！哎，招福州啊！天意为什么不选我？哎，欢迎啊！那边。叮当，宿主达成把朋友搞多，把敌人搞哭的成就。系统奖励神术，要你哭之术。还有敌人哭了，谁呀？要你哭要你拉？诶，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啥时候试试？喂，报名的太多了，你这个大骗子是不是雇了托啊？是本天才的广告做的牛好吗？哦哟，这么牛的天才，竟然是我的战队经理。哦哟，那你赶紧给他发奖金呢。柳师姐一向独来独往啊，竟然待人如此亲切，还是说因为安林？我去那边帮忙。啊？奖金在这儿。这不是你的纳戒吗？怎么到我手上了？里面有1万灵石，买完电竞设备多的，你留着花。这不是普通纳戒，你要时刻带着。
干啥用的？我去招人了。能不能换个颜色啊？不能。哎，你有何贵干？你猜，今天有一场血光节，等你睡醒便知。安林0段1班，安林取得了10万年来1班最差入学成绩。不会又是来传噩耗的吧？我是来代购的。啊，那欢迎。顺便告诉你一件事。班长，小兰，时间不早了，收拾收拾出发了。全院最强就这点胆量啊！老师，请问您要告诉安林什么？哦，抵达凡界的传送口在汉修国上空，你们俩不会飞行，传送的时候要紧跟我。阿哥，等你归来再签订契约啊！我要做你第一任兽首。好嘞。安林，别再用指天那招了，这次没有仙丹救你了。别立 flag 啊！安林，显卡一定要搞清货源啊，别买到矿卡。放心吧，我直接去谈总代理。路上再说，进法阵来吧。请问您要告诉安林什么？哎，他不知道也许更好。那您告诉我。安林此行有无节既生亦死，是过去又是未来。在这场命中，所有努力都成徒劳，就像雨中的水滴，注定消消。小兰。啊，来了。安林，安林，怎么？我去追，等我消息。安林，醒醒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安林，我一定会保护你！警报！生命危险！警报！生命危险！醒醒！醒醒！石头，我们到凡界了。我们在汉修国郊外上空，海拔3634米。我这身体素质应该摔不死的啊！我说了，警报，生命危险。那怎么办？看着办。我是吧，大姐。终极倒计时：9、8、7、6、5、4、地莲3、2、1。欢迎莲。赞美太阳！我能说话了！晒了100年太阳，我终于成仙了！赞美太阳！太阳啊，助我御灵，再造神躯吧！地莲。
你没事吧？安林，小兰。班长，快治疗安林！哦，好小子，这都毫发无损。啊，你们要是出事了，那我真是……怎么停了，陈哥？你再戳我2下来，刚才那样弄还挺舒服的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救救我！谁呀？谁在说话？救救我！安林，你头上怎么了？你为啥要夺走我的身体？你们就是仙使？呼叫总部，接到仙使了，只有3名弟子，1个御灵，1个10段，1个9段，5长老级高手随行。重复，5长老级高手随行。哇，是迎接我们的人吧？是的，但是我叫田玲玲，修行同盟调查员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来者不善。我们才是来者。先是天门传送出事故，我摔得我差点投胎。手还痛吗？不疼。每天起床的美太阳，让身体充满温暖阳光。接着脑袋开花。唯一让我安慰的是，凡间对咱仙使的热情招待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哦，请问这飞机折合多少临时一架？国家机密。这次下凡很不顺啊。小兰，我要是出事了，胡说，咱的代购事业就交给你了。喂，田小姐，下凡是2届友好活动啊，现在这架势吹的什么风啊？我是仙使小组组长安林，我也是汉修国人，给点友情提示嘛。灵界没人了，让你一个区9段来当仙使组长，干什么？既然不欢迎我们，又何必求我们来？求你们来，看来得扳正你们的认知啊！手枪！你以为自己很厉害，拿把初阶的破灵剑吓唬谁啊？行了行了，都消消气啊，我们坐下来谈，好吧？害怕就躲起来啊，带过贩子！小兰，武器是其次的，你连这都不懂吗？徐小兰，10段上等，小你2岁，已经10段巅峰，境界更是其次的。你们，叮咚，宿主可使用神威术实施灵魂镇压，以制止争斗。镇压会伤人吗？等等。这张不错，拍到了2位仙女的神采。回头逼心加好友，把照片发你吧，田小姐。好。任何情况下，仙使都会捍卫2界友谊，对吧？班长，我错了。但首先我们要能捍卫自己的朋友啊，小兰何错之有？哦，死路，陈哥，
安林走轩辕城，他一变一灵，名不虚传。你眼里只有境界是吧？哼，有他在，你怎么配当队长？哼，实力呗。都是汉修国人，友情提醒，这次下凡是你们做的不对。啊？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？怎么还会说话呢？我是一朵会修炼的花。有人点化过你吗？有。谁？太阳。太阳是哪位高人？太阳不是人，是天上的日。所以你只晒太阳就修到了御灵境？不，我还会喝水，还会光合作用，很辛苦的。我竟然还不如一朵花。你难道是？班长，你想到啥啦？小红花，我保证可以帮你找回身体，但你需要耐心。这段时间你就住在安林身体里，好吗？好的。安林，他可能是天道眷顾的花灵，真是千年罕见的奇遇，没想到被你碰上了。真的吗？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。好好和他共存吧，静观其变。是。每天起床，拥抱太阳。你别念了。每天醒来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模样，有点困难。且慢，我想有些事情不适合太快。比如结婚太情况，经济名额有限，报名队伍这边排。有些事要喜欢才会痛快，志同道合这一数就是真爱。有些事不一定照规矩来，但下次外挂别再开，我们用心对待，总有人说开黑他一定会来。速度要飙上800迈，外套第一选择你猜。中二的年纪就要狂起来，就当一回游戏天才。笑容决定运气好坏，但要给我算命请走开。下次带你领略城市色彩，听听凡人无聊的百态。每天我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模样，有点困难。安林，下凡回家高兴吗？高兴，衣锦还乡吗？如果下凡很危险，你害怕吗？怕，但我会保护小兰和班长。别怕，你保护他们，我守护你。好，把我接下来说的话记在你的灵魂里。好。永远不要迷失自己，一定要做最初的那个安林。我会为你改变这个世界。